做兵上战，比国争光，係當到熱血後生人嘅夢想，本人看作係勇敢忠誠嘅表現。受過日本教育嘅蕭建文，16歲就辭任報國從軍，喺日本時代被派到緬甸上戰。戰後，國事嘅轉彎冇影響到蕭建文實有過嘅少年情懷。對佢來講，人生無限複雜。當家嘅日本兵冇容易啦，所以我會自願去當兵，主要嘅目的頭嘅，就當兵嘅去能夠當兵嘅，也台灣人是很光榮，很有這個成就感。在世的戰士嘅佢，很願轉到台灣開始嘅新嘅生活。嘅時節，佢冇想到嘅係，啲家嘅人生地圖咩會有做啲哦，就暫時啲難用一種想法。今年佢將滿20歲，佢咩係少數親身經歷過228事件，窗口下無事到一下閒財嘅當事人。蕭建文喺1926年苗栗嘅客家莊出世，有隻41歲嘅老太蕭慶忠。92歲嘅佢，順行認識佢嘅人就冇錯嘅。4年對阿爸嘅過去咩唔咩懂清楚，氣切人嘅訪問。我要講，我不是。當到故事，請做得透過蕭建文自己來講。我出世是一個時間，阿爸是29歲，我14歲。我爸同個特別嘅第10萬學校助教做29歲就結婚啦。阿爸過身過後，錫順嘅阿婆就帶定佢老太帶啲苗栗嘅姨婆屋卡。以後嘅時節爭到台北，時代背景底下，台北苗栗兩地來去，每本蕭建文會講當多種語言。反正來去啦，哈，就所以我也有客話也會講，好多話也會講安尼，哈，所以也我會講嘅話有5種，日本話、國語、好多話、韓國客話、韓國英語，還有啲會安尼。1946年，退伍過後嘅蕭建文轉到屋卡，老太打人講工業咧，生活痛苦。開波沙嘅阿喬聽見伊知道嘅，就前2兄弟上台北，到家嘅太明波波沙來上班。一隻嘅天，影響嘅家嘅一生人。我嘅師傅嗬是喺講係做外務邊嘅記者2方面嘅職務啦。戰後，外來留本土2種無共用嘅刺圖互相衝擊，造就埋下嘅大爆炸嘅火藥。1947年2月27號，台北太和堂嘅天馬茶坊前，一紮富人家因為賣私煙，本準賣票嘅人查到，不過造成一死一傷，變做係228事件嘅引爆點。也從火就將命運強樣嘅小島嘅這樣事做記者嘅蕭建文身上。蕭景文在延平南路，他聽到聲音很大，有鑼鼓陣，大頭鼓亭，大頭高點打鼓啊，然後拉旗子啊，就遊行隊伍。那麼他就跟出來看。228那個動員，我就聽那個抗議嘅隊伍嘅從最前面嘅小頭太鼓嘅個抗議。青頭前，我就聽從頭到尾，我就聽一路採訪。從北門口一路到專賣局，這個過程包括裡面還把人家抓出來打，他都在。那個時候有在現場看到的人，在我去訪問他的時候，大概剩下不到5個。他其實應該算是台灣的國寶了，哦，因為能夠親眼目睹228事件的人其實不多了。這樣時嘅場景，對做記者嘅蕭建文來講，佢唔會驚，因為佢認為自家經過太場面，還有長出沙飛，尚未有嘅昂檔。佢喺外講來，同我講下啲人，就
就来你田里乡啊，警察局是在武昌街，我的报社是在汉口街，哎呀来汉口街，就找不到，就后来回去再来，就叫我就跟他一起走。邵建文唠叨，这个是因为记者采访暴徒，才会被带走。不过被押到警察局以后，他本人严刑拷打，根本佢唔知嘅事情，对佢来讲，就像係白夢一樣嘅。不過，雙腳嘅痛，留對腳底到心肝產生嘅繭，佢馬上發現也唔係白夢。